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特别，就是由我来带大家敬拜。会用这个吉他弹唱的方式，然后来让大家体验一下，就是比较不一样的敬拜氛围。因为我练这个编长琴嘛，但是我没有练编长琴的话，所以等一下如果敬拜过程中要讲话，就是音乐会稍微暂停一下，然后等我讲完。好，那就哈利路亚，请各位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这首新歌来敬拜神。你是灯照亮着前方，你是光指引着方向，每时每刻有你陪伴，生命充满了盼望。你是灯照亮着前方，你是光指引着方向，每时每刻有你陪伴，生命充满了盼望。Amen， 是你的应许。Yes, Amen， 我是你交托，你是我的拯救，我的盼望，带我越过重重困难。Yes, Amen， 是你的应许。Yes, Amen， 我是你交托，你是我的帮助，我的依靠，我的力量从你而来。你是灯照亮着前方，你是光指引着方向，每时每刻有你陪伴，生命充满了盼望。Yes, Amen， 是你的应许。Yes, Amen， 我是你交托，你是我的拯救，我的盼望，带我越过重重困难。Yes, Amen， 是你的应许。Yes, Amen， 我是你交托，你是我的帮助，我的依靠，我的力量从你而来。Amen， 是你的应许。Yes, Amen， 完全你交托，你是我的拯救，我的盼望，带我越过重重困难。Yes, Amen， 是你的应许。Yes, Amen， 完全你交托，你是我的帮助，我的依靠，我的力量从你而来。好，拍手将荣耀献给神。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用这首让我来敬拜。那求主让我们能够诚心诚意的敬拜，也能够让我们学习你美好的样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被敌人轻轻得救。你赐生命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救我，祈求恩主领我迈上树林高峰，让我赞美
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拥抱。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中心。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被敌人隐形的主。是神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咒我，祈求恩主领我，能上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拥抱。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闭上眼睛，都自由的敬拜。da da da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不是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拥抱。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主啊，我们要为台湾这块土地来祷告，求你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居住的土地。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这地。
们全心跟随你带领。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一息的耕耘，有无数的白昼黑夜与这地。顺服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彰显真理，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一息的耕耘，用无数的白昼黑夜与这地。顺服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一生祝福永不停息，时代因你爱延续，呼求你。一生祝福永不停息，时代因你爱延续，呼求你。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
是的，父神，感谢你呼召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我们除了为自己祷告，也要为这块土地来祷告。这个土地是神你所造的地方，这土地上的人民百姓都是按照神你的形象所造的。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对这块土地有何等深切的爱，你多么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也让我们能够知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看见这地能够被主所得着，能够看见这地的复兴，能够看见神你的国降临，行在这地，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愿上帝的旨意成全。我们每个孩子在你面前的敬拜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看今天的经节，是记载在旧约的何西阿书第7章3、4、5、6、7。好，那我们来读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好，请我们大家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请。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在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烧烤时候，暂不使火着旺。第5节，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手。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好，这段经文是来自旧约何西阿书。好，今天早上的灵修，好是敏元执事带我们来读哦。好，那他录得非常的专业哦，啊，也非常的让我们在圣经当中好能够去思考，好在我们的人生处境里如何好能够用上帝的话得到帮助。特别我们看到在旧约的圣经何西阿书的那个时期，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想象，我们很难去想象说怎么会国家败坏到这样的程度。所以在今天，应该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进入小先知书。好，那从何西阿书，好会一路看到撒迦利亚，好到马拉基啊。好，我们会把小先知书的部分呢，好利用这2个多月的时间。好，那也鼓励弟兄姐妹，好，可能你还在暑假当中，好，或是你也能够透过每天的读经灵修，能够一起来认识这些先知，在那个时代当中，好，上帝透过他们所发出来的信息。今天牧师的题目呢，叫做当信仰变成政治的啦啦队。好，如果你在高中有没有参加过啦啦队的，请举手，或是大学都没有人参加哦。如果参加啦啦队是怎样？好，就是要每天要练那个抛球，以前是抛球，后来是抛人，好，把人抛来抛去啊。那啦啦队的用途是用在哪里？帮谁加油？干扰对手啊，就是帮这个比赛的时候啊，就是你支持的啊，你就是要帮他加油，好，直到胜利为止。好，如果输了，还是要继续鼓励大家啊，举起精神来加油。可是，如果我们的信仰呢，只是为了特定的人在加油，帮政治，而没有去分辨对错是非的时候，好，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个礼拜牧师去看了这一场快要3个小时的电影哦，好，有人去看这个电影吗？奥德赛，好，奥德赛，好，奥德赛。后来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才发现哇，原来这个电影的背景呢，好，就是特洛伊木马屠城记的延续。好，那特洛伊呢，好，木马屠城记，好，跟奥德赛呢，都是哪一个诗人写的？荷马写的。荷马写这个2个书的时候呢，史诗，好，时候已经是2800年前了，好，大概2800年前。那根据调查呢，好，影响西方的100本书，好，影响整个西方的100本书呢，好，其中呢，好，奥德赛，好，就排在前3名哦，好，前3名。所以这个电影呢，好，它讲到一个国家的国王。他如何好在这个出去打仗好20年没有回来的这段期间，他的王后还有他的百姓，他的人民好如何来撑过这20年？
一直到这个国王呢，好，真的在茫茫的大海当中回来的时候，顺利的好来夺回这个政权，好，非常的感动，好，可是这个也非常的震撼哦，好，又是带牧师娘还有带允田去，好，看到他们中间看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子，好，把耳朵遮起来，好，这个是非常的震撼的画面哦，好，不过这个现在拍电影呢，好的这个手法真的是越来越厉害，好，可是呢，好，可以非常的逼真还原。但是奥德赛，好，这个在讲政治，但是呢，在圣经当中，好，也有何西阿书，他虽然在先知的预言，可是他也在告诉我们关于同时期好政治的事情。讲到政治呢，好今天的很多的年轻人，不管是年轻人或是现代人呢，对于政治呢，好是越来越有感觉，还是越来越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好。如果你觉得没有感觉，好，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对政治呢，好，现在谁当总统都还搞不太清楚哦。我记得有一次我搭飞机的时候，他还在飞机上听到说，现在谁当总统他都不晓得，所以很难想象，好，他对政治呢可以无感到这样的程度啊，好，不晓得现在的好政治到底是他只要忙着他的工作。忙着他可能因为那个人讲话，我看起来他像是一个工程师，应该是个在科学园区上班的工程师。可他忙着工作，忙着他的这个报告、他的计划，可他都不关心这个社会上、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甚至呢，有一种现象呢，就是政治的虚无主义啊，反正谁当都一样烂。不关我的事情，我只要过好我的今天，顾好我这份工作，把我的这个饭碗照顾好，把我的学业、把我的功课管好就好。好，谁来当拢赶快。好，今年也要选举哦，你已经满20岁的，请举手一下，可以投票的。好，大部分的人好，谢谢。好，那你知道你要投的，你已经知道你要投给谁的，请举手。今年选举，刚刚有举手，你已经知道你要投给谁的，请举手。好，请放下。知道我在问什么吗？好，今年要选什么？今年11月28号，我们要选县长，还要选市议员，因为我们已经升格了，我们是选市议员。好，但是呢，昨天的立法院呢，还帮我们加了3个公投案，所以我们还要再投3个公投票这样子。好，所以今年11月28号选举呢，会很忙碌哦。好，但是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连今年有选举都不晓得，所以你可能心中候选人，政治好像离你很远。其实牧师以前也是这样，政治离我很远，这些政治的事情呢，不关我的事情，我有自己人生的要做的事情。可是呢，有的人对政治呢，却是非常的狂热，甚至狂热到一个地步，他就变成今天题目所说的政治的啦啦队，为特定的对象、特定的政党。为特定的人物全力的支持，就算他有瑕疵，就算他没有诚信，就算他有前科有犯案，今天这个麦克风好像不太适合我，会一直有气音，他也是无条件的会支持他。但有的人一个是对政治上的冷漠，另外是对政治的狂热，但是到底标准在哪里呢？在何西阿书其实就跟这个奥德赛的年代呢非常的接近。何西阿书呢是离我们现在2700年前，他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上帝的事情，他们所关心的呢可能还是来自于上帝的旨意。我来试试看。所关心的呢可能是对于上帝对这整个国家的心意。如果圣经因为我们要读很多，因为我们才刚刚读过列王记，所以从列王记就可以看到原来何西阿的背景。这个国家是在北国以色列，你有没有看到以色列？它最旁边的国家是哪一国？其实在它的下面叫做犹大国。他们本来是兄弟12支派，可是所罗门王死后，他们就分为北国10个半支派，南国2个半支派。那但是呢，他们这么近的国家，可是呢，在200多年当中呢，他们彼此的关系是不好，有时候不好到一个程度，2个打架怎样打不够，还要找谁来打？找上面的亚述，其实他还少画了一个亚兰，亚兰呢就在以色列在北边一点，亚兰兰花的兰，他呢就会去找
找别人好来帮我打对手。所以呢，你找亚兰，哇，我就找亚述，所以呢，南国就找到了亚述来打以色列。可是亚述打上瘾之后呢，最后呢，他就把整个北国以色列给这样消灭。不仅消灭北国，那时候南国犹大还去找了埃及，对不起，北国以色列还去找了埃及来帮忙，南国犹大呢还出去拦阻。最后呢，这个亚述不仅灭掉了以色列，还打败了埃及，他还顺便怎样？把找他要来帮忙的犹大也要一起消灭。这就是在何西阿书的年代，在那个政治国家动荡的时候呢，哇，他们呢不晓得该怎么办，自己也打不赢，就找别人绕狼来打。后来呢，他们又找到一个更强的，就是巴比伦。在上帝帮助犹大打败亚述的没多久，也就是西西家王的病好了之后呢，他去引进了巴比伦。就没有想到亚述灭了北国以色列，而西西家引进的巴比伦呢，最后是灭掉了犹大，灭掉了犹大。所以就是在这个圣经当中非常复杂的故事。而何西阿书呢，上帝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来讲一个很复杂的故事。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告诉先知何西阿，何西阿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就是旧约的约书亚。所以何西阿，何西亚，有一个北国最后一个王何西亚，还有约书亚，其实通通都是同一个名字。上帝告诉先知何西阿，你去娶一个老婆。说好啊，上帝，我要娶老婆，娶谁呢？他说某某某。何西阿一听，这个人他在我们这个地方非常的出名的什么淫乱，他是一个淫妇，讲白话，她就是一个妓女。她已经呢靠着出卖自己的身体肉体，在赚取金钱，居然要我去娶她。而且上帝说，对，你不仅要去娶她，而且你要跟她生小孩。可是生出来小孩的名字要怎样？这小孩都不是你的，不是你的血缘，是别人的小孩。你要继续的养他们，要照顾他们。何西阿，如果是你，要不要去娶？我想大家没有人愿意。可是先知何西阿，他顺服神，他就去娶了。去娶了之后呢，果然娶没多久也生了小孩。可是他的太太怎样？又跑出去了，重操旧业，又去外面乱搞，然后呢，不晓得为什么，可能为了赚钱。后来呢，上帝还告诉何西阿，你拿钱去把你的太太赎回来。所以后来何西阿又用钱去赎回来。然后呢，何西阿就讲了一句话，说上帝要用不变的爱来爱你，用慈绳爱索，有一条绳子叫做慈爱的绳子，爱的锁链，要把你带回来。所以你看右边那张图，就是当何西阿带着钱，他手上抓了一把钱，要赎回他的老婆。他的老婆已经变心了，可是他还需要赎回，把他赎回来。在这2天的新闻，有个总统的女儿离婚了，然后呢，离了婚之后，在他生日的那一天，他就去他的前夫的这个诊所的Google 评论下面留言，留了1颗星，哇，就变成全国的新闻。然后在网络上呢，就有10万个人帮他按赞，帮这个被离婚的太太，因为呢他反正这个故事里面上网去看就可以看到。可是呢，在婚姻当中都会有出轨，都会有兵变，也会有婚变。在牧师在帮一对情侣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呢，这对情侣呢，他们非常的契合，哇，他们真的是非常的速配，而且呢，他们的关系也很好。可是呢，当牧师在带他们做一个题目，如果在你们结婚后，有一天有一方出轨，有一方变心，你会做什么选择？如果是你们会做什么选择？大家就他出轨，那这个婚姻他不尊重这个婚姻，他也不尊重我，他不爱我，他心不在这里了，我要跟他离婚，就是离婚。我相信是大家头脑都不会想，不会再去思考，就是离婚。可是呢，在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在圣经的教导，有点像何西阿，你在跟对方结婚之前呢，你都已经想到了，如果在结婚之后的哪一天，
这个心变了心了，出轨了，有了外遇了，好，有了别的人的时候呢，但是好，你要记得上帝的爱是像何西阿这样不变的爱啊。这是简单还是困难？非常困难，但是有没有人做到？有，好，真的有人做到。好，所以那对情侣他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发觉他们整个脸色啊，神情都很凝重。好，本来前面在上前面几课的时候上得很开心，可是上到这一课的时候呢，哇，他们突然变得很凝重。可这也是鼓励他们认真的去思考，你到底要不要嫁给这个人，要不要娶这个人？好，就算在结婚之后发生了什么改变，你在上帝面前的誓约到底是什么样的誓约？在何西阿先知呢，他提出那时候的人，也是我们今天读的第7章哦，就是今天看的经文第7章，和以色列人怎么得罪神呢？何西阿用4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一块饼正在火炉当中烤得热腾腾，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国家呢正在水深火热当中，甚至这个国家就是北国以色列趁火打劫，他们19+1啊，20个君王里面呢有7个是篡位的。就是他不是按照正常程序，好，所以超过几分之几？1/3。在这个国家200多年、209年的历史当中呢，好，有7个好是篡位，好来窃取王位的，好，所以他们不尊重好那些在位者的人。第二个比喻呢，是一块饼，好，它只有烤下面。那个以前的古时候的饼是这样，用生面好面粉，然后去揉成面团，然后呢烤饼来吃。可这个饼呢，只有烤下面，上面是完全生的。请问你敢不敢吃这个饼？等于你是吃一半的生面粉的面团。所以这代表说，这个东西你只有烤下面，上面没有熟的话，这是不能吃的，是要被丢弃的。所以上帝用这个何西阿的比喻说，这个国家是要被丢弃，甚至这个国家呢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鸽子。你知道那鸽子是代表什么？它需不需要看手机、看 Google、看地图？不用，它只要飞上天，它就知道，诶，那个赛鸽，你有没有看过赛鸽？好，一台卡车上面有几百只的鸽子，好，带到几百公里的地方外面去。然后呢，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呢，好，这个所有笼子通通放开，这鸽子呢，全部呢，好，就会自己会自动导航，自己会飞回去。这就是鸽子，好，它有这个鸽子的头脑。可是这个国家呢，像是一只鸽子，没有方向感，不晓得去哪里。意思就是说，他们一下子要求埃及来帮助，一下子呢又要找亚述来帮助，没有定见。好，所以呢，他们不知道他们国家的前途方向在哪里。最后，这个国家又用一个形容，就是失去弹力的弓哦。在这个电影《奥德赛》里面有一个画面很感人，就是那个奥德赛他有神力哦，好，他能够拉那个弓，好，那个弓是没有人能够拉满的，好，把箭放上去拉满，而且他不但可以拉满。拉满之后呢，它可以从12对的斧头当中，好，两对斧头交叉，好，然后会有一个缝，然后直直的射过去，好，射到那个门的门板上面去，好，所以最后这个女王，好，王后，好，说她有108个追求者，20年来，好，跟这个王后住在一起。最后她下一个条件就是谁能够拉开这个弓，好，她就嫁给他。就在场当中，好，其实她的老公回来了，好，装成一个乞丐，好，只有她能够20年后还有那个神力。可是何西阿呢？好，在何西阿的时代，这个国家呢已经没有力量了。他们呢为什么没有力量？好，因为他的力量都只会去靠西龟挖大饼，就是只会靠别的国家，靠别人哦。所以我们看到何西阿，好，在那个时代，不仅是国家的问题，还有内部的问题，有3大问题，就是他们的道德崩溃，这个社会上失去了真理，好，他们只看颜色，好，所以呢，他们只讨君王的欢喜。这个君王呢，就算他不是敬畏神的，好，他再怎么样腐败贪污也没有关系。第二个是他们的内部的司法失能。没有公平的天秤，没有办法照顾社会上的弱势，所以在何西阿甚至阿摩斯也写，他们为了穷人好的凉鞋，好，就是为了想要得到他脚上的鞋子，就把穷人给卖掉，好，甚至贪图好穷人，好，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还有呢，北国以色列自废武功啊，自己吓自己。
就是他们明明是有一位上帝可以倚靠，明明有一位神是早以前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一位救他们的神，可是他们却不要，他们只想要找别的国家来救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何西阿的年代跟今天的台湾有没有相像的地方？台湾有没有道德崩溃？可能还没有。可是如果你对政治关心的话，你会发现政治人物的标准怎样？越来越高还越来越低？我觉得两边都有。我看到有的政治人物的标准是越来越高，他只要有一点道德瑕疵，他就辞职。可是也有看到的道德标准越来越低的，就是他已经不是只有一点道德瑕疵，他是已经法院都判刑了，法院都定谳了，结果他还是说他没有错，他没有罪，还要继续号召他的粉丝啦啦队来支持他。同样，台湾也有贫富不均，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还有台湾会不会自己吓自己？会啊，就是我们到底台湾什么时候会？现在还不是讲地震、台风的问题，你会不会有什么飞弹啊？会不会有无人机啊？譬如说1995年那时候台湾集体恐慌的那一年，那时候你出生了吗？还没有，那时候我大学大3、大4的时候，大3、大4的时候，那时候呢，就说中国在福建沿海总共摆了400枚的飞弹。400枚飞弹，现在听起来很少，因为现在都是2000、5000起跳的。那时候400枚，30年前你听到400枚飞弹，哇，台湾就吓死了。然后所以已经对准台湾的，只要中共的一声令下，那个400枚飞弹就打过来。那时候台湾呢，的飞弹呢，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招架得住。可是呢，那时候的台湾的总统很有智慧。那时候台湾总统是谁呢？李登辉。他只有讲了一句话，他说：“黑东西阿公啊的阴谋。”有人听不懂，听不懂阴谋是什么，以为他是身上的 hair， 他李登辉总统就这样一句话啊，黑东西骗人的人。其实是真的，可是呢，这个总统呢，他就这样安定台湾百姓的心。可是，在那个年代，很多的人移民。能够移去美国的就去美国，可以去加拿大的就去加拿大，不能去美国，不能去加拿大，去哪里？去贝里斯，去贝里斯，去中美洲的贝里斯，因为那边移民的门槛比较低，就真的举家就很多人就把工作辞一辞，房子卖一卖。后来我那时候我还大学生，后来去当传道的时候呢，也到7、8年后。7、8年后，没有7、8年，5年后，就在遇到说那时候跑出去了，他又回来了，去到贝里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呢，他又回来，但是有人现在还留在贝里斯到现在。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自废武功，到底别人说什么比较重要，还是上帝说什么比较重要？跟你旁边说，上帝说的比较重要。我们从圣经的何西阿书可以看到里面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时的社会跟傲慢人手拉手，人前手拉手，背后下毒手，就是呢，在政治上呢表现的哇你好我好，可是背后下毒手。然后呢，在今天我们也会有这个政治上面的网军，在网军，你知道网军怎么组成网军？花钱就好，花钱就好。你可以一次买5万个账号、20万个账号，只要有钱，你要几万都买得到。然后他就会帮你来在网络上面带言论、带风向，造神。所以你会让有些政治人物哇好了不起，然后有些政治人物明明做得很好，就把他骂得这样跟猪头一样。这就是在何西阿的年代也是像这样，与这些傲慢的人拉手，热心如火。没有想到最后这个火是把自己烤焦的火。还有祭司、君王同流合污，祭司就代表当时候的宗教人士，也就是今天在教会当中的人，跟政治挂钩，信仰被政治绑架。你觉得我们教会会不会被政治绑架？有，也曾经是有，在教会历史上很多，所以要怎么样去能够区分有个界限，是非常的重要。上个礼拜也是过去的礼拜新闻，我们这个台湾有非常多最多信众的慈济，慈济呢，他也是
为了那时候疫情当中买疫苗，好，就买疫苗这件事情呢，现在变成政治上面的新闻哦。好，这是5年前的新闻，好，5年前的新闻，慈济花了好几亿，好，要去买疫苗，结果那个中介费呢，好，就10亿元，好，这10亿元呢，好，给了人之后呢，有没有买到？没有买到。然后慈济有没有去追这10亿元？没有追这10亿元。过了5年后，是这个检察官去发现、去追出来，慈济才说：“哦，对，他们有被骗了10亿元，好，被骗了10亿元。”然后5年都不吭声，没有人知道。这真的是非常的闹鬼。好，如果在教会也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教会好，真的是非常的闹鬼。好，就是喊着宗教好连结的口号，可是呢，却被政治给绑架。在教会当中，好，要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先知。好，所以在先知书，我们在读小先知书，你可以去看这些先知，就好像是一间教会，在那个国家当中的一个教会，它在发声，在对当时的社会、国王、君王在警告，好，会发生的危险。有时候像那个小先知约拿，约拿也跑去尼尼微城说：“你们要悔改，审判要来。”结果他们真的悔改了，这个审判就没有发生，好，那个毁灭就没有发生。可是约拿却生气了，好，但是上帝说：“好，这里还有这么多的200万人在这里，上帝岂不怜惜他们？”后来100年后，上帝还是同样审判了尼尼微。所以在政治上，好，在教会当中，好，教会好，谁要成为国家的先知啊？好，跟你旁边说，教会要成为国家的先知。你要知道，好，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在圣经当中，神都有说了。甚至在何西阿书的第8章，好，神说，好，这一些选出来的君王都没有经过神，就他们也没有去祷告，也没有去求问，他们想要让谁做总统就让谁做总统，想要谁当市长就拱他上去做市长，用钱用人的方式，好，用这些网络带风向的方式，把政治给偶像化。它等于是另外一种的偶像，另外一种的金牛，是另外一种的巴力和亚瑟拉。所以这人民也把寄托都放在哪里？放在这些政治明星的身上，也忘记了要跟神祷告，忘记了要跟神来求告。所以在今天，好，这段信息，好，牧师说，牧师的题目说，我们要怎么样让政治的啦啦队，好，原来是只要支持，好，动算啦啦队，可是我们要成为政治的什么队？消防队。有一把火，好，已经开始在烧了。好，那特洛伊木马屠城记也是火在烧。好，这个奥德赛电影就把那个场景又还原那个火在烧的样子。但是政治的消防队，就是要把那一些烧把国家的王宫最高层的火呢，能够早日的扑灭。所以透过3个器官3个我们身上3个部位，就是我们的脑、我们的眼，还有我们的手。好，要怎么样来去灭这些政治上的恶火？首先，好，就是要拒绝盲从，看穿政治造成的幻象。请大家说一次。好，看穿，好，不是只有用眼睛，你就用眼睛，你就会选那个帅哥，选那个美女，好，选那个清新的，哇，选那个招牌设计的非常的亮眼的。可是你有脑的话，你就会去判断这个人，好，他到底是人造的，还是神所拣选的？是被人拱出来的，还是神有给他一段时间训练，好，栽培他，让他有像神一样的性格？因为政治就是众人的事情，好，政治就是众人的事情，他不管自己的事情，愿意出来管众人的事情，来帮助大家来管理，不管是这个里也好，这个社区也好，是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它是相对的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可是我们要有脑，才能够看到这个政治人物到底是人造的还是神预备的。还有呢，好，在政治上，好，就是我们要有脑，好，不要被带风向。好，因为我们已经很知道怎么样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些舆论评论。但是这些当人都一面倒说好的时候，但是你要先
思考上帝觉得这个人好不好，还有就是要保持教会在政治当中、国家当中要有先知的超然性，因为我们有圣经，我们知道历史上过去发生的，将来也会再发生。我们甚至还有一本启示录，我们今年也会读到启示录。你也知道神对世上万王万国有终极的审判，所以就算一个国家像美国，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好能够像美国这么样的强大。好，是可能只有在所罗门王的时期，可是所罗门王的时期，好的国家也没有办法像今天美国这么在世界上有影响力。可是这也代表上帝的国好越来越近，所以我们要用脑好去看待政治。第二个部位要用什么？用脑，再来用什么？用眼，好，用眼睛看，好，就是关注真实，拔掉颜色滤镜，好，来看地方的治理。好，这个是 AI 做的 PPT 哦，它很聪明。好，你看它把颜色做了几种颜色？3种，哪3种？蓝绿白嘛，这就是台湾好的现况。好，台湾现况，你要关心政治，先看哦，你是什么颜色的。好，你只要讲出你的颜色，后面好多说了什么都没有用，你再怎么说都没有用。所以基督徒你要很聪明，好，你不要去告白你的颜色，好，你不要自己暴露你的颜色，因为当你颜色一表态之后，你对别人说什么都没有用，包括你要传的福音，你要介绍耶稣基督，也都会被政治通通 cover 住，没有人会 care， 好，因为你跟他颜色不一样。可是我们的眼要关注的是上帝的所关注的，上帝看的是这个社会上地方有没有公平，还是黑金。早期台湾的政治贿选很严重，但是现在贿选的好抓的一届比一届更严之后，现在的贿选都变成什么？不是选前，是怎样？选后，选后，选上之后才来贿选。好，但是这样算不算贿选？这在法律上好，他可能可以逃过，可是呢，在本质上也是在贿选啊。好，他用政策来贿选啊。好，他画一个大饼来贿选啊。好，有一个市长说，他选上之后，全市一个人一台 Gogoro 机车，你要不要投他？好，他真的就选上了。后来有没有 Gogoro 机车？没有。好，所以大家要罢免这个市长。等他罢免的时候，他说有，我们已经开始在采标 Gogoro 机车了。好，说真的，好，真的会送 Gogoro 机车。所以他有没有被罢掉？他没有被罢掉。没有被罢掉之后，有没有人骑 Gogoro 机车？也没有拿到 Gogoro 机车。好，他就一关过一关，而且这个市长还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基督徒。好，有时候好，基督徒跟政治的颜色，好，你呢最好不要把它绑在一起。你看得出来耶稣是蓝绿白哪个颜色吗？看不出来。所以我常常说，基督徒的政治色彩是什么颜色？叫做透明的，别人看不出来的，跟耶稣一样。跟你旁边说，基督徒的政治色彩是透明的，基督徒的政治色彩是透明的。好，如果你把颜色表态出来，别人呢，好，他的评价好就跟那个政党一样。而且这个政党就算现在很好，不代表以后未来5年10年会继续好，这都是在人治底下。但我们是要神治，所以在用眼来看，还要看在这社会上，神的眼都在照顾孤儿寡妇，在这地上，在这社会当中的弱势。政治人物最重要的就是他对这些弱势族群到底有感还是无感。他选上了，选前的时候呢，说我要来关心社会，回馈乡里，也要促进整个地方的繁荣。选上之后，一天到晚都跟这些高官，都跟这些大官，都跟大企业家在一起。然后那些平民的，好，那些淹水，那些贫户的，好，去都不去，好，然后也没有关心。这样政治人物，你要长眼。如果你手上是有投票选举能力的话，你还去选，你真的就是你没有好好的在判断。还有没有看到，在整个台湾，好，城乡的发展其实是逐渐在拉近。因为你现在，以前我当传道在台南，好，可以吃到30块的自助餐，好，现在在台南
你绝对吃不到30块的自助餐，甚至都比台北，我还有时候觉得台北市的东西还比外县市的便宜，好，比外县市的便宜，好。台北市，因为台北市有一些老店呢，好，不是整个台北市，好，台北市有一些老店，好，你一些是老社区，好，可以吃到反而真正便宜的东西。城乡发展虽然在拉近，可是呢，好，因为台湾小，可是我们对于政治人物把持呢，好，有时候差很多。这个县好，跟这个县好，譬如说东部有2个县，好，花莲、台东。这么狭长的地方，好，2个县，好，在治理台东跟花莲，你可以去看，久久一次去东部，你觉得花莲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久久一次去台东，你觉得台东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好，那像以前，好，这个台北板桥，好，是台北县，好，台北县。后来我学生时代，因为很多同学住板桥，所以常常去板桥同学家玩。可是后来呢，很久没有去板桥，毕业了，高中、大学，然后当兵，在读神学院，然后后来来到桃园迦南教会，大概10几年没有去板桥。去了板桥之后，我真的吓一跳。说板桥发生什么事情？以前我去的时候呢，板桥就是很乱啊，那个车子很多，公车很多，红绿灯很多。可是去的时候发现那个路怎么变这么宽？然后呢，盖很多的大楼。因为原来板桥呢选了一个县长，叫做什么县长？冲，知道是谁吗？苏贞昌。哇，他在当那个县长，好像几任的县长当中，他真的是大刀阔斧，建设规划。好，所以你今天去板桥，好，那个市民大道，还有板桥的捷运站，它也是3铁，它也是台铁、高铁，它是双铁还是3铁？也是3铁。好，所以很不简单。好，然后今天我们下午有这个领袖高峰会啊，好，然后有书摊，好，里面有一本书呢，就是苏贞昌的书，好，苏贞昌的书，好。里面他写苏贞昌的书，不是那个书，好，但是他写他当了2019年到2023年做行政院院长的时候，好，他做了什么事情？好，我就很有兴趣，好，就买来看，好，然后刚才礼拜前呢翻了一下，好，说这个人当行政院长呢是负责任的，怎么负责任呢？他把他当行政院长所有做的事情呢，好。他用图表，好，这样子，好，记录下来，好，而且是双面的，好，双面，好，然后呢，他还做个对照，好，对照，就是说呢，同样这个事件，在他做行政院院长之前是什么情况，然后他做了什么，推了什么政策，推了政策之后，后来带来什么结果，好，他是真的让你去找茬，让你真的去翻，好，到底他所做了什么事情。光看这本书，我就觉得哇，他有没有认真？很多人做完行政院院长，好，他只想要说啊，我就有终身俸，我就退休，我就可以取得一个名，好，就有一个民生地位在。可是呢，好，他是真的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城市在做事情。所以我们要选举，你要拿你的眼睛出来看，不是只有看他的第一眼，不是只有看他的名字，不是只有看他的学历和背景，你要看这个人的诚信。好，所以地方选举的好是一个公义慈爱，有没有合乎神的性情，有没有按照神所要的？最后一个好，我们要用脑，不要用眼。最后呢，就是你的手中的那一张票，你的手投进去的票，你什么时候投票？11月28号。可是呢，在选举之前，好，现在是8月15号，9、10、11，还有3个半月的时间。3个半月时间，你的手可以做什么事情？如果你是学生，你可以在学校当中看看哪一些政治人物会关心学校，他会在意学生。如果你在上班的，你可以看看哪些政治人物好他不是关心你的薪水，他是关心你在职场上面有没有被霸凌，他关心的是劳工的权益。有没有哪个政治人物好是关心人民礼拜天好假日的时候上教会？而选举只有1天，可是你选举完的结果是4年，好，选举完的结果是4年。
所以你要让你的圣经真理在你的生活当中跟着你的手下去投票，好，去影响，而不是只有在网络上面做键盘侠，好，口水，好，然后跟人家喷来喷去，好，但是呢没有做半点事情。很多政治人物很会带风向，好，他很会用一句话2句话就操弄这些媒体这些记者，哇，这些记者整天追着他跑，然后他免费赚声量，不管是正面的声量负面的声量，反正他就是有声量，知名度大开，以后人家选举说，哦，这我在啊，这个我从来不晓得，好，就不投他。我们的选举，好，希望不是这么样子的低水准，而是我们真的去明白，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日常当中去看见谁是真的爱乡土、爱社会、爱国家的政治人物，就要去支持他。好，因为通常这样的人，你会觉得他是有钱还是没钱？通常是没有钱，可是有抱负。郭台铭，好，曾经的台湾首富，现在台湾又有最新的首富。昨天的新闻，你知道是谁吗？哇，居然是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他是做零件的，现在居然可以超越郭台铭、蔡万里、蔡家，好，变成台湾的首富啊！好，做零件哦，他是做零件的。好，总之呢，这么有钱的人，他们出来好从政，口口声声说爱国，可是背后可能有其他的动机，你需要去看，需要去明白，去了解。我们不要做政治的啦啦队，政治的啦啦队就是把宗教变成个工具。好，其实政治人物也会来教会拉票，好，但是他们比较少来长老教会。不过因为我们教会有协会，跟社区的关系很好，好，所以在上个月呢，也有2个议员，好，他们也有来我们教会的据点，好，来这边拜访。好，来拜访的时候呢，好，就问总干事啊，总干事就问牧师可不可以，好，说好，让他来。好，但是让他来的时候呢，好，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界限，好，但是牧师要做的就是，等到他们讲完之后呢，牧师要带他们做祷告，好，欢迎你来，好，但是结束之后，好，为这些政治人物祷告，好，但不一定每个政治人物都愿意到教会来，好，可是当他们愿意来的时候呢，好，你就是把上帝的旨意，好，借着祷告在他们身上。我们要成为政治的消防队，好，一把火如果再从国家的破口烧起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灭火？好，你要能够有独立的思考，你要能够放下仇恨的心态，好，因为政治人物很多都被骂。但是很多政治人物心胸狭窄，好，你搞我没后，你搞我会记，好，等我选上，好，等我当上，你就知，好，我就给你修理。他不是真的要回来回馈，他是要从政来报复的，好。但是一个从政的人物，有时候被骂，好，他仍然甘愿，好，仍然愿意继续这样做，这才是真正的爱乡土，好，心中好是有一把良心的尺啊。好，所以基督徒的责任，好，下面这个框框这3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起。基督徒的政治责任是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并清楚明白真理的立场。在我们的基督徒当中，我们有责任，就是要每个人都有一票，但是这一票选完之后，你不能去怪东怪西，要怪就是在你有影响力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发挥你的影响力？你有没有用你的脑？你有没有用你的眼？你有没有用你的手去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城市、为我们的国家，去寻找出那更好的候选人，而不是逃避的心态而不是全盘接纳holy，好，反正上帝他最后会有他的旨意。我们要寻求的是神他的心意，寻求的是没有时间，不要让政治绑架我们的信仰，不要让同温层撕裂我们的世代。我们要借着祷告，让这个国家，上帝这么爱台湾，上帝这么爱这块土地。如果这个土地落入在有心人的人士当中，有心人的手中，好像香港几十年前还叫做东方之珠，东方整个亚洲的一个珍珠，现在叫你去住香港要不要？叫你移民去香港要不要？30年前你可能还说好啊，那里有刘德华，有关之琳，有一堆的港星，哇，多棒！可是30年后的香港，
连香港人都不住香港人，跑来住台湾，住台中，好，跑去移民，跑去越南，越南他们都觉得越南还比香港还好，越南是共产国家，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自由，他们失去他们的民主，他们失去他们可以发声的机会，他们错过了，好，但是他们其实也努力过，好，你看过去香港反送中，什么雨伞运动，白伞，白纸，然后黑伞，好，他们用他的行动，好，还有这个车牌叫1986，好，64的，好，这些等等的。可是现在香港，好，已经大家是人人可为。你希望我们台湾也变成像这样子吗？你就要想清楚、听清楚、看清楚，用你的脑，用你的眼，还用你手中的票，好，去为我们的将来选出真正为这个土地国家好来负责任的政治人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透过先知何西阿，你要他娶一个淫乱的妇人，这个淫乱的妇人代表今天的人民的百姓，人心思变，人的心一下想要靠埃及，一下想要靠亚述，一下想要找巴比伦，一下想要找中国、找美国、找日本，但是却忘记要寻找神。主啊，求你让我们恢复教会先知的角色，在险恶的时代当中，要成为那坚定的、安定的力量，能够用上帝的话、上帝的意念来安定社会，让我们知道神，你才是真正这个国家的主，让这个国家不是人治，而是神治，有神的掌权。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大家起立。哦，主感创造这土地，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着你，让我们全心跟随你，爱你。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耕耘，用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着你，顺服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里，凡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里，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里，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里，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神祝福永不停息，时代因你爱延续，主求你一生祝福。时代因你爱延续，不求你
彻底，痛苦疾病要过去，神迹在运行。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黑暗权势要离去。主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这地，全地看见你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全地尊荣你生命，为你而站立。是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太平盛世的时候能够来读何西阿，让我们不用亲自去经历，但是从圣经的记载和教导，让我们知道唯有神，你是全地的主。当这个国家人民百姓甚至君王祭司不倚靠神，就是灾难的开始。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台湾这块土地，在100多年来的鲜血，无数的战争，甚至经历的228事件，这个国家土地撕裂，人民受伤，但是神，你要让这个国家的伤能够被医治，被复原，你要让这个国家能够坚定的站立，能够像美国庆祝250年的时候，还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主啊，求你继续兴起我们的下一代，不是只有下一代，我们这一代，特别是满20岁有投票权，要对政治、对城市、对国家要有更多的关心认识。当我们不关心社会、不关心政治国家的时候，国家就默默交在这些有心人的手中。求主让我们的脑能够清醒，让我们的眼睛明亮，让我们的手能够努力的投出那神圣的一票，能够来让这个国家社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往前，能够把上帝你在400年前带来的祝福能够继续的存留在台湾这个岛屿上面。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愿主祝福我们能够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的能够以尊主为大，能够敬畏神，能够用神的话来塑造我们的每一天生活和智慧。孩子们献上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为主这种。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奉献。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请起立。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的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说取在于你，愿我为你的尊贵敬明，你身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可以从何西阿书当中，从圣经的历史当中看到跟我们现今社会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能够提醒我们在这个即将选举的日子里面，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智慧的
头脑能够有明辨是非的眼睛，让我们能够选出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是用神的标准去选出适合的政治人物，对吧？也感谢你让我们在台湾仍然还有投票权，仍然还有选择的自由，也求主你看顾保守这一块土地，让我们能够远离那些黑暗的权势，让我们能够继续让我们的人民能够继续平安健康的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面。那我们现在要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为主你圣工所用，求主你悦纳，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阿们。想不到还有鼓手对，我们再用这首新歌在最后来敬拜主一次。你是灯照亮着前方，你是光指引着方向，每时每刻有你陪伴，生命充满了盼望。你是灯照亮着前方，你是光指引着方向，每时每刻有你陪伴，生命充满了盼望。Yes, amen， 是你的应许。Yes, amen， 完全的交托，你是我的拯救，我的盼望，在我越过重重困难。Yes, amen， 是你的应许。Yes, amen， 完全的交托，你是我的帮助，我的依靠，我的力量从你而来。Yes, amen。还没。Yes, amen， 是你的应许。Yes, amen， 完全的交托，你是我的拯救，我的盼望，重重困难。是你的应许。Yes, amen， 完全的交托，你是我的帮助，我的依靠，我的力量从你而来，我的力量从你而来。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这个神秘的请坐，要好，我们来祝祷。好，这个神秘的鼓手很坚持啊。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他还要打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文杰执事，接下来由我来做报告。好，下一个，我们欢迎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叫黄敦英姐妹来到我们当中请起立，好，我们大家欢迎她，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谢谢。然后再来消息的部分，本会主日8月16号于49号1楼交易厅有领袖高峰会的书展，欢迎会友自行选购，要请自备零钱。好，下一个9月6号礼拜天举行第5次圣礼典，预受洗者8月23日前向区长或小组长报名。好，再来下一条8月19号礼拜三的祷告会8点到9点 GLS 见证分享当天是由陈柏志牧师来做主理。好，那下一条，好，下主日8月23号早上10点半到12点于49号主堂举办校庆主日活动，规划趣味的台语游戏主题，纸本报名表于1楼中岛，非常鼓励祖孙一同组队报名，本主日截止报名。好，下一个，协会将于8月24号礼拜一开设全新的兴趣班，招募20名关怀童工，
那欢迎各牧区弟兄姐妹踊跃来报名。好，下一条，那少年团契和妇女团契于上主日8月9号完成年会及选举。那少年团契的会长是陈丰盛，副会长是黄美英，书记是张端荣，会计是陈琼代。那妇女团契会长部分是田处瑜，副会长是郑丽珠，那书记是陈红满，会计是曾慧兰。以上任期皆为1年。再来是8月16号到8月18号为全职同工退休会，本主日8月16号下午2点半出发，那期间教会不开放。好，以上是今天的报告，那接下来是我们小组的时间。好，谢谢各位。那会后我们就兄姐大家互相问安。